香港住慣細單位，北上買樓，最想改善啲乜？我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答，梗係想間屋大啲啦。呢個諗法好正常。香港樓價咁高，一家人住400-500尺根本唔出奇。去到中山間屋大過香港係必然嘅，不過間屋大咗，住落真係更舒服，生活質素真係有改善。你真正想要嘅，究竟係住得更大，定係住得更舒服？大家都想要間屋大啲，但背後嘅原因未必一樣，可能係因為屋企人作息時間唔同，有人想睇電視，有人想早啲休息，但間屋就咁大，根本冇條件可以分開活動。可能係個廳太細，食飯又係嗰張台，擺嘢又係嗰張台，有朋友上嚟，大家坐低都唔舒服。可能係收納唔夠，鞋、行李箱、日用品，樣樣都只可以攝入櫃頂、床底。你想要間屋大啲，可能唔係房唔夠多，而係廚房唔好用，洗手間唔夠，或者間屋個間隔唔順，住落覺得唔就手。所以下次 agent 問你有乜需求，唔好咁快答。我要1000尺嘅3房，不如先問下自己，每日返到屋企最唔舒服、最唔方便嘅係邊一樣？如果未搞清楚自己嘅真實需求，就好容易俾 agent 帶住走，最終買到間睇落又大又靚，但根本唔啱自己嘅單位，又或者睇嚟睇去，花咗好多時間心機，都買唔到真正啱心水嘅。搞清楚自己想改善乜之後，下一步就要睇間屋係咪真係解決到個問題。我睇過中山、珠海咁多屋苑，表面睇落都係改善型，園林車庫示範單位都整得好靚，房間多咗，面積大咗，好似全方位升級咗，但實際住落未必舒服。依家珠海、中山好多屋苑會做 N+1 房，咩意思？簡單嚟講就係利用一個可變空間做多間房出嚟，譬如將生活露台、入戶花園呢啲位改成一間細房，800尺做到3房，1000尺做到4房，1200尺甚至可以做到5房。房係多咗，但每個空間都壓細咗。有啲3房單位總價幾十萬，聽起身真係幾吸引，但實際每間房係咪真係實用？主人房擺完正常尺寸嘅床，仲可唔可以3邊落床？衣櫃擺喺邊？櫃門打開之後會唔會頂住張床？最細嗰間擺完床仲有冇位行？仲放唔放得到衣櫃或者書台？定其實只可以做一間臨時客房？例如我之前睇過一個800尺單位，單睇平面圖3間房齊晒，總價又唔高，第一眼確實幾吸引，但主人房擺完床，衣櫃就基本冇乜空間剩。最細嗰間放1.2米床都好勉強，全屋仲只有一個洗手間。如果平時主要係2個人住，屋企人或者朋友只係間中上嚟住1-2晚，就要諗清楚值唔值得為咗一間1年用幾次嘅房，日日住一個細客廳、細主人房。2個單位相差10幾20方，唔代表實際住落一定舒服好多。有啲單位面積睇落幾大，但多出嚟嘅地方一啲都唔實用。譬如一入門就係一條長走廊，再加一啲零零碎碎嘅角位，望落有面積，但家私擺唔到，人亦唔會喺嗰度活動。表面間屋大咗，但真正可以使用嘅客廳、房間等空間可能冇增加幾多。所以我哋比較2個單位，唔好簡單睇尺數同房間，仲要睇間隔實唔實用，多出嚟嗰10幾方究竟去咗邊？如果大部分去咗走廊、過道或者一間長期冇人用嘅房，個數字係大咗，住落未必真係感受到差別。示範單位最容易令人有錯覺，佢整得幾靚都好，都唔係你真實生活嘅樣，因為入邊乾乾淨淨，冇雜物，冇一家人住落之後慢慢多出嚟嘅日用品，甚至有啲床、梳化同餐台，尺寸亦可能做得細啲，令成個空間望落闊好多。睇樓時可能會覺得，哇，個廳幾大喎，間房都幾闊落喎。你要試下代入自己真係住落去，換翻正常尺寸嘅床，床尾仲有冇路行？擺完衣櫃會唔會阻住條路？餐台坐齊4個人，後面仲過唔過到？行李箱擺邊？清潔用品又收喺邊？當你將真實生活放返入間屋，先睇得出佢到底好唔好用。所以點樣先算真正嘅改善？唔係由2房變3房，亦唔係由400尺變1000尺，係你而家最困擾嗰個問題。
搬入去之後真係少咗，呢個先係重點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話，我覺得而家住嘅廳唔夠大，主人房冇廁所，唔方便，衫唔夠位擺，想改善嘅地方有好多，而且採光、景觀、裝修都想要升級，有得全部要，當然最好。但真係買樓嘅時候，最現實嘅問題就係預算有限，你冇可能每一樣都升級，所以一定要分清楚邊樣行先。如果你而家每日最煩嘅係屋企人作息唔同，互相干擾，每個人都要有自己嘅私人空間，咁房間數量就唔係想要，而係一定要有真實需求。但如果你平日最煩嘅係個廳太細，招呼朋友全部逼埋一齊，又或者廚房廁所用起身永遠唔就手，咁每日都會用到嘅客廳、主人房等空間自然更加重要。唔係話客房冇用，只不過一年用唔到幾次嘅空間，唔應該犧牲你嘅日常生活質素。牆身顏色唔中意可以再油，收納空間唔夠可以加，電器唔啱用可以換，但間屋個採光、朝向、間隔、房間大細，有幾個洗手間，呢啲買咗之後通常冇得變或者好難搞，所以睇樓時唔好因為背景牆做得靚、燈光有氣氛、交樓送多幾件電器，就忽略咗間屋嘅硬傷。真正影響你長住嘅，往往係採光、間隔呢啲第一眼冇留意到嘅嘢。同樣面積，你想多一間房，代價可能係個廳同主人房細咗；同樣價錢，你想面積再大啲，代價可能係位置偏咗；你想景觀靚啲，代價可能樓下冇成熟配套。買樓唔係掃邊間屋，優點最多，每得到一樣嘢，你都要問自己，我放棄咗啲乜？呢個代價我接唔接受到？所以冇一個標準答案話北上一定要買2房、3房，或者一定要買幾大。我好多客戶都係咁，一開始好明確話自己預算幾多，想揾間幾大幾房嘅單位，睇起身需求好似好明確，但未必真係清楚自己嘅真實需求。傾深一層之後，有朋友發現自己根本唔需要買到咁大，慳返幾十萬，亦有人加少少預算，買到自己真正滿意嘅樓。所以港人北上買樓最應該改善啲乜？唔係淨係睇空間有幾大，房間有幾多，而係每日最影響你生活嗰幾樣嘢。大灣區樓又大又平，真係好吸引。不過珠海、中山幾百個屋苑，眼都睇花晒，越睇越亂。如果你唔知自己嘅預算，應該優先揀乜，捨棄乜，又有邊啲屋苑真正適合你，可以揾我傾下。最好嘅屋從來唔係最吸引嗰間，而係最啱你嗰間。Right for you matters。我係 Derek， 你嘅北上置業顧問，希望條片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